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食饭时间有人食汤面爱掺胡椒，有的人是完全唔敢食咸的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就是椒，只要椒读第一条。读椒这是读鼻音，椒就是一款有刺的树栽，因为会生咸的籽，咱讲是胡椒。另外，古早台记字典嘛有记录到，古早皇帝娘嘛有称呼做椒，掺胡椒有人讲是野胡椒，有人讲散胡椒。这里椒的文音读做椒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胡椒，本来这是一款根本的树栽，果子成熟的时是红色，气味真咸真软，会当摕来压味，嘛会当做药材。第二个词读做咸椒啊，也就是辣椒，嘛会当讲是番姜啊、番仔姜、咸姜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即马树莲糖口味百款，有胡椒口味，嘛有咸椒口味，看你介意倒一款，米奇也有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椒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做椒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